寒流来到位，气象署针对着19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中部以北无排除有6度以下低温。台北市阳明山、大屯山、七星山海拔超过1000公尺，那这个水汽和温度配合，阴暗就可能会落雪。对这时开始呢，就游客上山，但要看雪，甚至讲要困伫车内。阿嬷看孙仔两人准备好要带伫车内，已经铺好米酒配甲枕头，还有真济细手啊，伊抬一暝了后，因看到落雪。想要住在这里？对啊，是你说你想来的吗？伯伯带我来。就是在这边睡。如果今天凌晨有机会的话，是最好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明天再等一下。日当上阳寒流报道，阳明山有机会落雪，规工陆续游客上山探路。早上就先搭公车上来看一看，然后下午想说，有没有车位啊？哪边比较适合停车，再上来。店头也准备好真济手笼、帽啊，也有暖包甲烧烫烫的食面，要来趁钱。因为这2天游客上山要足雪，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提醒，维护山区交通安全甲顺利。若拄着落雪，或者是落结冰，会看进行分阶段交通管制。车驶甲管制点拢爱加挂雪链。一直到礼拜3的这段期间，各地的天气都算是相当的寒冷哦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寒的工作，并且做好这个保暖的一个措施。那再来就是说到明天白天以前，这个华南水汽是比较偏多的。气象署继续发布低温特报，拜一、拜二中部以北、东北部甲东部地区，还有金门拢6度以下，或者是继续10度左右的低温。南投到高雄也拢10度以下低温的机会。有寒流，阁有华南云雨区山接，适冷后体感温度更较低，一定要穿好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